佢第一步入隧道㗎。我知啊，搭一個聽聞話，第一步入中九龍港市嘅巴士唔係 X95，好似唔係。唔係啊，係嗰個兩部新，係兩部，一部九巴，一部城巴嘅，一部比亞迪，一部 B8L。哦。歡迎喂，又歡迎啦！歡迎啦！歡迎啦！入啦！六號公司，留意電台廣播。寫不留